港又贏咗。最新 QS 亞洲大學排名中，香港大學事隔15年重奪亞洲第一嘅寶座。更驚人嘅係亞洲頭10位，我哋香港嘅大學就佔咗5個席位。呢份成績單有幾把炮啊！港大從第2到第1，科大從11躍升到第6，中大同城大並列第7，理大更衝入前10。QS 高級副總裁特別點名，香港已成為亞洲學生流動嘅主要樞紐，全靠政府打造留學香港品牌，將非本地學生限額從2成逐步增至5成，並設立多項獎學金，全球招攬頂尖人才。政府仲積極招攬國際教研人才，透過研究資助局支持本地大學嘅高質素學術研究，大學排名嘅提升更帶嚟連鎖經濟效應，海內外人才來港，增加咗本地消費。高排名嘅大學為香港嘅創科、金融等產業輸送高質素人才，提升整體經濟競爭力。本地學位喺國際上就更具認受性，贏在起跑線。香港院校更加積極拓展海外版圖，例如港大已喺西班牙巴塞羅那設立校區，並正籌劃喺沙特阿拉伯設分校。亞洲第一走向世界，香港高等教育嘅黃金時代已經嚟到啦！